那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要活一礼拜，拢无公开行程。外界都咧诱讲，伊敢是因为破病啊，而且破病甲真严重。毋过昨昏15伊雄雄出现，而且有对外证实讲，俄罗斯军机顶礼拜伫乌克兰和白罗斯边境摔落来，嘛迄是迄个所在，即马当是战争的状态。 到底大家即期总统卢卡申科行踪成为时阵，被俄罗斯国家通讯社15发布这段影片，显示今年68岁卢卡申科算是一个空军部队设施。其总统官方网站要以穿军服，徛咧接受军官敬礼相片。了后，伊行至指挥中心以外透露俄罗斯、乌克兰甲白俄罗斯最近的军情。Повышенная боевая готовность, о которой я говорил, войска уж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4 суток или 3.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омер 1. И вот уже 3 сутки. Ну вот 3 суток после событий рядом с нами,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, когда 官方这出影片是想要破除谣言。卢卡申科顶一摆公开出来是伫初9伫莫斯科红场圣地节参加活动，有媒体形容伊迄一天面色正白，身体整整。后来无参加克里姆林宫早餐会，是登去白俄罗斯。迄一天暗时伫明斯克也有参加同款的活动。不过算入去几天，伊拢无参加原来行程。真侪人因为破病，无经过正式消息指引，因为病毒感染并发性肌炎送医。有媒体比对这两摆公开出来差别。15孙是伊倒手拔药水布，初9伫红场是正手拔药水布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。